根据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开设的商铺、餐厅、宾馆等被当地入侵者政府取缔或没收。黄金宫殿餐饮老板穆罕默德·与斯普、中诚超市法人伊布拉因·阿吉姆、皇家宾馆法人葛尼·阿吉姆、苏勒滩超市法人胡珀尔·阿吉姆等私人企业持有人被中国入侵者抓捕，所有财产被没收。对此，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卡尔喀先生发表声明称，中国入侵者无辜取缔或没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东突厥斯坦的商铺、餐厅、宾馆等，抓捕持有人，没收财产，暴露了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所遭受的沉重压迫，并强烈谴责中国入侵者恐怖主义和犯罪事实。阿卜杜吉利里·卡尔喀先生督促世界公众就中国入侵者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伤天害理的行为加以制止。吉尔吉斯公民对在吉尔吉斯斯坦经营金矿的中国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当地时间4月11日，一家中级合资企业所属的黄金冶炼厂工地遭到袭击。据了解，美国总统汤纳德·特朗普正在考虑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虽然受到华盛顿的攻击威胁，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民众生活没受到影响，基本正常。在俄罗斯，法院决定禁止访问即时通信软件。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在其提交的法庭文件中表示，电报未能遵守信息分发者的法律要求，并在莫斯科开庭。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在今年1至2月份增长 23.5%， 达到13.29亿美元。伊斯坦布尔市政局举办了第13届郁金香花节，在苏坦阿哈买提广场展出了世界最大郁金香地毯。花匠采用565万株不同颜色的郁金香，打造了734平方米的郁金香地毯。